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官夫甲判官的比喻。路加福音第18章1节到8节。路加福音18章1节，耶稣阁对门徒讲一个比喻，教示因着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伊讲，某一个城有一个判官，伊无敬畏上帝，嘛无尊重人。伫迄个城有一个官夫，一直来找伊，讲：我有一个诉讼的对头，请你替我主持公道。这个判官真久拢毋答应。后来伊家己想讲：我虽然毋惊上帝，嘛无尊重人，毋过因为这个官夫一直来甲我吵，我要替伊主持公道，才免伊一直来高甜。主阁讲：恁着听这个不义的判官所讲的话。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明日对伊哀求，伊减袂替因主持公道，伊减会拖延真久。我甲恁讲，伊真紧就会替因主持公道。总是人子来临的时，伊伫地上减会看到这款的信心。默想，耶稣的这个比喻是用细细的故事来讲真大的道理。这个故事是要说明是安怎毋通放弃祈祷。假使一个不义的官，也会因为感觉innoc善来去帮助寡妇，安尼关心公义甲伊的选民的上帝，佫哪会无听伊的子民的哀叫？毋通放弃祈祷的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上帝比迄个不义的官好百万倍；第二，比起寡妇对迄个官，上帝的子民对上帝来讲是佫较要紧。安尼，若咱无放弃祈祷，落尾上帝敢一定会应允咱的祈祷？结局当然嘛是无一定。上帝无一定会应允咱的每一个祈祷，无论咱有偌坚持。安尼敢毋是推翻耶稣的教示啊？上帝听伊子民的祈祷，尤其是迄款无放弃的祈祷。毋过人的眼界真细，常常毋知影家己求的是啥物。总是上帝知影啥物才是对咱来讲上好的，伊也清楚知影啥物时机是上好的。所以，当咱所求无合伊的心意，伊当然袂应允。使徒约翰讲：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，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，伊会甲咱听。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祷，就知咱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。基督徒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找求上帝的旨意。当咱还阁无明白上帝旨意的时阵，自然是无法度照伊的旨意来祈祷。毋过，咱若照这个比喻的教示，咱也是会当亲像迄个寡妇迫切来祈祷，而且相信，若是咱无放弃祈祷，上帝拢会互咱上好的回应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，阁有丰盛之爱甲怜悯的上帝。敢若你知影啥物对阮是上好的，毋过阮无应该因为安尼来停止祈祷。你教示阮会当你来祈求，并且你会回应阮的祈求。阮常常小心毋敢求，无知胡乱求。总是阮搁较深信伫你的大疼痛。你会帮助阮伫即个祈求的过程中，成做一个搁较合你心意的人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